南摩第30多劫羌佛遣是邪恶见和错误之见，摘自南摩第30多劫羌佛缘法音开示。第21条，任逆行圣量菩提根本师定势。这个根本师是指圣量菩提根本师，有圣量又有菩提心行的大德，且无犯128条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者，我们修他的法作为根本法来修，如我们修他传的法作为本尊，准备终生依修他传的法成就的，这就是根本师。如果根本师所定的事情，弟子反著作或者不执行，这是邪恶之见。但是这位根本师已经犯了128条之见，那时无论此师是法王还是尊者大师，都已经构成了邪师根本了。所以他决定的是，你是绝对不可以顺从执行去助恶于邪的，只要继续顺从邪恶错误之见之师，自己无论修任何佛法，不得受用。第22条，任敬佛敬师不孝父母。有的人对他自己的师父、对佛菩萨非常的尊敬，但是对父母语言撞击，行为逆反，不孝顺父母，乃至远走不理，这是邪恶之见。第23条，任地位身份不任了义。有一些地位相当高，甚至称世界第一、二流的大法王、大仁波切、大法师，他们讲的法如果是错误的，而我们不从正确的了义上去识别，不是应对佛法义理去判断是否正确，仅仅因为他是大法王等外表身份地位就认为他们的讲法是正确的，这是邪恶之见。第24条，任众生是佛退化成。有些人动不动就把众生说成是佛，说众生无始以来就是佛，由于无明烦恼升起才由佛退化成众生的，这是不懂佛法的人所讲邪法之论。众生本来就是众生，从无始以来就不是佛，众生被生老病死苦等等业障包围住，但是众生皆具有佛性，通过学佛修行如法修持可以成佛。要明白众生绝不是由佛退化成的，众生就是众生，没有佛退化成众生这回事。如果有佛退化成众生，那么释迦佛陀哪一个时候退化成众生呢？第25条，任佛法与外道混修。这种情况相当多，把正规的佛法与外道混在一起修。因为外道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法，什么良辰吉日，什么阴阳风水，什么符咒、求神、测字算命、巫婆跳弄、养育小鬼等，统统都是外道，把这些与佛法混在一起修，这是邪恶的。第26条，任因果为虚幻不实。有些人认为因果不存在，不用怕，不会有报应这回事，做坏事不让人知道就好了，总之没有因果报应的。记住，只要你认因果是虚幻不实，就是邪恶之见。第27条，任怪力乱神为佛法神通。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神奇古怪的怪力乱神，左道旁门妖言惑众，迷离众生，造诸恶业，这些不是佛法的神通，这是邪门歪道。第28条，任学过大法之师必是大圣者。有的人认为某上师他领受过大法灌顶，学过大法，他一定就是个大圣者，这不对，只要你有这个观点就落入邪道。学过大法的师不一定就修好了大法，学过大法的师他不一定就如法持戒，一定要看这个学过大法的师是否犯128条邪恶错误之见。所以不能认为他学过大法就一定是大圣者，大圣者是个人以实际修行所证到的。第29条，任修行放在明日做。经常有人想到，今天累了不修了吧，明天再修，或者说，今天我玩一玩，
明天再做功课吧，再修心修行吧。凡是有这个念头，就是已经从此时生发了堕落轮回不得解脱的缘起种子。记住这一条，这是生发堕落的缘起种子，修行不能放在明日做，否则落入邪恶之见。第30条，任说假话骗众生之师。有的为人之师者说假话来哄骗众生，哄骗弟子，说是善巧方便，有这种行为之师已入邪恶见，认同者也同样是邪恶见。第31条，任有意对根本师打妄语会或受用。凡是故意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打妄语，说假话骗上师，或者上师问到你的时候，你引住半截不说，认为这样做了问题不大，乃至于理所当然，若无其事，这是邪恶见。其实只要你对师说假话，就不可能得到受用，任何佛法的修持受用都成立不了，因为本尊、护法等都不会加持你。第32条，任无菩提心行的神通事。有一种行人或者瑜伽士，神通广大，但他没有菩提心行。只要认同这种没有菩提心行，只有神通本事的人，就已落入邪恶见。第33条，任不具戒行的法师仁波切居士。某仁波切法师或者居士，他没有受过戒，甚至受戒后根本就是一个不守戒的人，这就是空有其外皮的假仁波切法师或居士。所以凡是仁波切法师居士必须受过相应的戒，而且如法守戒。第34条，任助邪师恶行是护法修持。有些人的根本师或者他的师父已经行邪恶之行，不合佛教法规，做弟子的不但不离开，却反而大力协助这种上师去做这些犯128条邪恶错误之见的事情，还认为自己是在护法，这是邪恶见。第35条，任依错乱未通佛法之师不另求良师。就是任依错乱不通佛法，对佛法一窍不通的师。当弟子已经发现了这个师的罪过，却不赶快离开，另外去求真正依教如法正确的佛教之师，还照常跟随依止错乱佛法的师，这就种下了终生堕落的种子。此时此刻应该立刻另求良师真大德，否则必堕三恶道中。第36条，任有相继执不施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好事都不能变成有相继执，做了就做了，完了就完了，甚至马上就忘了，要形成天然本质上的善良和慈悲，不可以故意做出来慈悲。所以只要你任有相的继执不施，就会落入人天福报之中，只会享受有限有数量的福报，不会成圣，永远也不会，因为这是有相之因种，所结的是无常之果，有漏之因，最终必定用完，用完没有积量功德了，就该受恶报了。第37条，认错乱讲经教不公众忏悔。有的人已经把经教讲错了，照常我执面子，凡夫心实放不下，所以他不公开忏悔，他背地里说我私底下都改了，这不行的，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行人，护法不会原谅的，因果更是不昧的。错乱讲经教的人，讲错了马上公众忏悔，因为你要的是成就，你要的不是面子，你要的不是堕落恶道身披畜生恶鬼之皮。第38条，任对徒自称佛菩萨者。对徒弟称自己是某大德转世，是某佛菩萨，是大圣者，这是骗子。如果有合法认证书的呢，认证了就理所当然，但是必须以惭愧心对待，不可自吹，否则亦为凡夫心识。如果没有合法认证书，更不能乱吹胡说，造三恶道黑业，这样会遭到巨大的恶报，惨不忍睹，绝不可以。
以上讲的是邪恶之见，不但是邪门歪道的认知，而且是穷凶极恶，这是非常严重的。你们记住，这个法本是封挡不住的，全世界都在学习，并且他们会从《铁案记》里头抄到的。只有真心诚诚恳恳学佛，利益一切众生，才会成为一代大德、一代宗师，正像我们的道果三大德一样，顶门大开，神识自如，甚至外力取物、外力禅修、任运无碍、明心见性、圆满解脱等等一系列的正量，但他们照常十分谦虚。要特别小心注意，犯有以上邪恶之见任何一条，察觉后没有深切忏悔当下改正者，无论身份多高，高到祖师、法王、尊者，所修一切法皆无受用，甚至堕落。只要犯一条不改，就是这种恶果。哪怕你就说你是妙觉菩萨都不行，那都是假的妙觉菩萨。妙觉菩萨如果发现他错了，他马上就会说，我非常的错，我对十方诸佛及弟子们忏悔。因为他是光明的，他没有污染。所以无论身份多高，犯了邪恶之见而不忏悔，所修的法一切都没有受用，更无道量功夫可言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道量功夫的名称？原因是已经有好些人跟我说，要我传他一个本事，传他一个降服众生的本事，此类仁波切法师幼稚愚痴到了极度。道量功夫能不能呈现出来，这是护法们在控管的。当你犯了这些邪恶见，护法们视你为坏人，早就把你的罪过记在那儿，有一天还要帮助无常捉拿你，你还贪心骗取什么道量功夫？他们怎么能帮助你骗人呢？佛法里头只有纯净的、无瑕的、无私的菩提境界，没有佼佼的获得一个什么功夫、什么法力，佛菩萨不会给你。不是我不给你，你就是学了仪轨，也修不起来，更何况你起心不良，妄图降服众生。要清楚一点，不能对众生施以降服手段，唯有对众生大悲化受。我自己很惭愧，没有道量功夫。正如我对开出仁波切说，你的拙火定真了的，让我开了眼，我没有你这本事，但是希望不要第二次看到你显示拙火功夫，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多展示大悲菩提圣心。没有菩提心，一切都无正面受用。只要犯了邪恶之见其中一条，只要你不忏悔，不彻底改正，不光是没有道量功夫，没有受用，还永远都会住在轮回里头，重者必堕三恶道中。包括与犯者相达之人，见到对方已犯而不改悔，若不离开，亦受同沾黑夜之罪。跟犯者伙在一起的，或者是他的弟子，或者是他的师兄弟，只要发现他有这条罪了，也许刚开始他自己没有发现，但是已经有人跟他提出来了，他还不改，不忏悔，这时候你还跟他继续来往，你不离开的话，你要跟他受同沾黑夜的罪，这是非常严重的。如果这位做上师的没有犯128条邪恶见和错误之见，此人就一定属于圣德上师无疑了。做弟子的应该以最虔诚之心来恭敬供养他，大力接引人去医治这位师长，你将会功德无量。如果是做弟子的未犯128条之见，该弟子当下就具备了圣者上师的德品资格，不但自我成就无疑，而且是必然利他度生，为人师表。上面所讲的法，只有铁面无私利益众生的菩提之心，利益为师者爱护众生增长福慧资粮，只有如法依教的法理，没有个例之举，没有任何宗派分别的成见，一切佛弟子皆如是而降服其心，如是而认知。